特朗普你好，如果你聽得明廣東話嘅話，OK，聽唔明係咪？唔緊要，歡迎嚟到港聞快快脆。好，美國啊重啟對伊朗嘅空襲啦，特朗普反對中俄接收伊方嘅叫做濃縮鈾嘅貨存即係你唔可以喂，你冇幫人哋接咗啲鈾喎，即係點啊？你想攞埋我打完佢要攞資源噶嘛，佢冇打機啊，打爆咗佢冇資源攞，打嚟做咩冇意義噶喎，咁講下啫，應該未必係咁樣嘅。所以特朗普咧就覺得啦，喂，中俄你哋睇還睇，唔好插手 ，OK？啱先同你食完飯啦，習主席，你而家插手唔得個噃，即係特朗普咁嘅意思啊。一齊睇睇詳細情報。唔該晒主持人，喺正式開始之前，希望大家記得俾個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分享俾你哋嘅朋友，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哋討論嘅議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美伊停火未夠1個月，美國又再空襲伊朗，特朗普強硬表態，唔准中俄接收濃縮鈾。各位觀眾，中東局勢再度緊張。上個禮拜我哋先講過，美國同伊朗達成60天停火協議，全世界都鬆一口氣。點知停火協議簽署唔夠1個月，美軍就重啟對伊朗境內嘅空襲。與此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加表明唔會接受由中國或俄羅斯接收伊朗嘅高濃縮鈾庫存。又話唔銷毀濃縮鈾就冇美元。伊朗方面態度亦都非常強硬，最高領袖已經下令濃縮鈾庫存不得運往國外，戰火重燃，核談判瀕臨破局。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詳細分析呢一次空襲嘅背景、各方立場，仲有網民嘅熱烈反應。先講返最新進展。根據美媒5月27號引述一名美方官員報道，美軍喺伊朗境內發動新一輪空襲，目標係對美軍同商業航運構成威脅嘅地點。與此同時，伊朗半官方法爾斯通訊社報道，喺戰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東地區聽到3聲爆炸。雖然美伊雙方上個月達成60日停火協議，但係似乎雙方對協議嘅解讀存在嚴重分歧。美國認為停火期間伊朗仍然有挑釁行為，包括支持代理人武裝襲擊美軍基地，以及繼續推進核計劃。因此美軍決定先發制人，摧毀伊朗境內嘅軍事設施。目前未知道空襲造成嘅傷亡數字，但係可以肯定呢一次行動將會令啱啱喘定嘅中東局勢再度升溫。同一日，特朗普喺白宮召開內閣會議期間，被記者問到係咪可以接受由俄羅斯或中國接收目前深埋喺伊朗地下嘅濃縮鈾庫存，特朗普斬釘截鐵咁回答：不，我唔會感到安心。呢番言論表明，特朗普喺伊朗核問題上採取更強硬嘅立場。早前特朗普曾經表示願意接受就地銷毀或者其他可接受嘅地點銷毀濃縮鈾，但係佢27日嘅言論似乎排除咗由中俄接收嘅可能性。特朗普仲強調，我哋唔會談放寬制裁或者提供資金，不制裁，不俾錢，乜嘢都唔俾，我哋控制住佢哋聲稱屬於佢哋嘅資金，我哋將繼續控制呢一啲資金。當佢哋行為得當，做正確嘅事時，我哋會俾佢哋攞翻佢哋嘅錢。但係而家我哋唔會咁做。濃縮鈾處置係美伊核談判嘅主要分歧之一。目前伊朗擁有相當數量嘅高濃縮鈾，豐度接近武器級。美國嘅立場係呢一啲濃縮鈾必須銷毀，絕對唔可以留喺伊朗境內，以免將來被用嚟製造核武器。美國提出幾個選項：第一，由美方運回美國銷毀。特朗普喺5月25號嘅社交媒體貼文中提出，伊朗濃縮鈾一係即刻交俾美國，由美方運回國內予以銷毀。第二，喺國際監督下於伊朗境內銷毀。特朗普表示，可以喺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力協作同協調下，就地或者喺另一處可以接受嘅地點銷毀。整個過程需要由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 全程見證。第三，由第三國接收。有建議認為可以由中國或者俄羅斯接收伊朗嘅濃縮鈾作為擔保，但係特朗普27日明確反對呢個選項。伊朗方面嘅立場係，濃縮鈾係伊朗嘅戰略資產，絕對唔可以運往國外。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已經下達指令，
要求濃縮鈾庫存不得運往國外。話伊朗高層官員認為，整核材料運往國外將會使伊朗未來更易受到美國同以色列嘅攻擊。濃縮鈾係製造核武器嘅關鍵材料。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嘅定義，豐度低於5%嘅濃縮鈾可用於核電站發電，豐度高於20%嘅屬於高濃縮鈾，已經可以用嚟製造核彈頭。伊朗目前嘅濃縮鈾豐度據報已經達到60%，距離武器級90%只係一步之遙。美國擔心，如果伊朗保留呢一啲高濃縮鈾，萬一將來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就可以好快組裝出核武器，威脅中東地區安全，甚至引發核軍備競賽。因此，美國堅持要銷毀伊朗嘅濃縮鈾庫存，唔容許任何留有後患嘅方案。特朗普反對中俄接收，原因係擔心中俄可能會將濃縮鈾用於自己嘅核計劃，或者將來歸還伊朗，又或者喺運輸過程中流失。對伊朗嚟講，濃縮鈾係最重要嘅談判籌碼。伊朗希望以放棄濃縮鈾換取美國解除制裁、解凍海外資產以及安全保障。如果濃縮鈾被銷毀或者運走，伊朗就失去咗 bargaining power。而且伊朗國內強硬派認為美國同以色列並唔可信，即使伊朗放棄濃縮鈾，美國將來可能仍然會恢復制裁，甚至發動軍事攻擊。保留濃縮鈾至少可以作為威懾，你有核武，我都有能力好快整出核武。伊朗最高領袖嘅指令反映咗呢一種唔信任嘅心態，伊朗可以接受就地銷毀。但係前提係美國必須先解除所有制裁，並且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嘅協議，保證唔會再反口。中國中方一貫主張透過對話解決伊朗核問題，反對動輒使用武力。對於接收濃縮鈾嘅問題，中方未有公開表態，但係可以推測中國唔會主動要求接收，因為呢個會得罪美國，亦會令自己捲入中東複雜嘅地緣政治。俄羅斯同樣主張外交解決，但係同伊朗關係更密切，俄方可能願意接收濃縮鈾作為擔保人，但係美國反對方案難以推進。以色列最緊張伊朗核計劃，以方一直主張對伊朗採取終極手段，包括空襲核設施。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可能會趁美軍空襲之際，加大對伊朗嘅軍事壓力，甚至直接攻擊核設施。歐盟、歐洲國家夾喺中間，一方面唔想見到中東開戰，另一方面亦要顧及美國嘅安全關切。歐盟可能會繼續斡旋，但係影響力有限。呢單美軍空襲伊朗消息喺全球網絡引發極大迴響，尤其係 Twitter X、Reddit 同 Facebook， 網民嘅反應非常熱烈。有網民擔憂第三次世界大戰，停火協議簽咗當垃圾。美國話打就打，中東真係火藥庫。如果伊朗報復襲擊美軍基地或者以色列，好快就會全面開戰，油價又要升，入油貴過阿媽。有網民質疑特朗普動機，特朗普係咪又想轉移視線？佢嘅內政問題解決唔到，就揾伊朗嚟祭旗。快到大選，打伊朗可以幫佢拉票，等啲鷹派選民支持佢。佢根本唔想達成協議，只想摧毀伊朗。有網民支持美國，伊朗一直搞震，支持代理人打美軍，唔還手唔得。濃縮鈾係核心問題，絕對唔可以俾伊朗留住。中俄唔可信，濃縮鈾落到佢哋手上，後果更加嚴重。有網民理性分析，空襲可能會令伊朗強硬派更加掌權，溫和派冇晒空間，將來更難談判。美國如果唔想打地面戰，淨係靠空襲，好難摧毀所有核設施。國際社會應該加大外交努力，唔好俾戰火蔓延。好，總結下今日嘅話題，美軍重啟對伊朗境內嘅空襲。與此同時，特朗普明確反對由中俄接收伊朗嘅高濃縮鈾庫存，並堅持不銷毀濃縮鈾就冇美元。伊朗最高領袖則下令濃縮鈾不得運往國外。雙方立場強硬，核談判瀕臨破局。美伊衝突嘅核心始終係信任問題。美國唔信伊朗會放棄核武，伊朗唔信美國會真係解除制裁。喺缺乏互信嘅情況下，任何協議都脆弱如玻璃，空襲只會令仇恨加劇。
和平只會越嚟越遠，希望國際社會可以加大外交斡旋，避免中東再次陷入戰火深淵。我想用一句話總結：美國重啟對伊朗空襲，特朗普反對中俄接收濃縮鈾，伊朗最高領袖下令不得運出國。你認為美伊會唔會全面開戰？伊朗嘅濃縮鈾應該點樣處置先安全？好啦，今日嘅港文化快趣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港文化快趣，我哋下次再見，拜拜。